进黄顺乐的工作间，高挂着奇形怪状的器材管线。这里不是科学实验室，而是霓虹玻璃的创作摇篮。其实这种霓虹很迷人啊，很梦幻，然后又很可以让你有很多的幻想，很多的构思这样子，所以就被它这些彩色的颜色迷上了。30多年前初次接触霓虹艺术，黄顺乐从此迷上它的绚丽。对待玻璃管就像跟朋友对话，主要是了解它的个性，它是很有个性的东西。冷硬的玻璃在黄顺乐手里像变魔术一样转出漂亮螺旋，初学者在他的教导下也能享受创作过程。谁说霓虹灯只能用在商业空间？这一支灯是我送给我女儿当20岁生日礼物的，这一支灯叫20岁的梦。20岁的梦，20岁的梦，说出父亲羞于表达的爱。活灵活现的变色蜥蜴，运用气体活性的差异，展现栩栩如生的动态。霓虹玻璃迷人万分，黄顺乐在创作中发现艺术的无限可能。很神奇哦，是这样讲。很神奇哦，这是视线的讲法是这样的，很神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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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